届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牵连台湾、美国甲中国的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毕文书就表示，美国希望台湾的选举袂受到外界威胁或者是干涉。但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真明确，嘛强调袂介入选举。有学者指出，中国利用各种的假消息来扰乱台湾的社会，其中 TikTok 甲微博都是上大威胁。美国历次大选愈来愈晚，唔拿国际关心，也牵动美中台关系。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伫参加华府抵抗活动时阵就讲，美国对台立场正明确，强调对台政策无改变，而且强烈希望台湾的选举袂受到各方的干涉，美国无也袂介入。The Taiwan elections, our strong expectation and hope is that those elections be free of intimidation or coercion or interference from all side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involved and will not be involved. 伯恩斯表示，对台湾的问题，长久以来希望就是两岸分歧会当和平解决，这是美国政策的重点。不过伫最近，中国唔但是军机一日了台，也想要运用假消息来介入选举。学者表示，中国利用假影片或者是资讯，主要目的就是要造成社会动乱，和人民对政府无信心。或者是让民众对于政府的一些相关措施产生一些反感，甚至是对于特定的候选人的一些可能过去的一些生活啦，有一些很直接的一些污蔑。由于它是在一些国外架的一些网站啦，所以或者是它是一些内容农场，那因此它所放出来的一些消息，说实在，就我国来讲，也很难去对它进行一些制裁。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兼乌心学院院长沈碧阳指出，有要甲600万用户伫咧使用抖音甲微博，是台湾当前国家安全的上大威胁。另外 ，YouTube 也是中国网军重点经营的平台，希望透过有效澄清误导性的信息，提升民众对事实的辨识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抗认知战的抵抗力。记者综合报道。